新年快樂啊！咁啊，新年都要出翻條片，但係今次就唔係同樣嘅事重複做，應該話都係同樣嘅事重複做，但係就唔係用高時間框架，就用5分鐘嘅框架去睇下恒生指數期貨同埋科指啱啱喺呢個初四呢個星期五啟市嘅時候發生咗啲乜嘢事。咁呢件事其實最重要，我想大家收到嘅唔係點樣解讀個價格啦，因為嗰啲已經係大家嘅技能同埋一直操練用唔同嘅 strategy 又好，唔同嘅 concept 又好啦。但係時間喺做 trade 或者喺呢一個價格行為，甚至乎喺市場上面係點樣係推動個價格同埋佢個重要性，究竟即係如果知道同唔知道個分別有幾大？咁啊，直接嚟先講咗呢件事。呢件事就係喺呢個新年前發生嘅呢一段嘅 price action，就踩咗上去呢一個30分鐘同埋1小時級別或者15分鐘嘅級別都好啦，都係 fractal 嘅，入邊都係有一個 CB 有一個 sell side imbalance buy side inefficiency 咁啊，簡稱呢個 sell side farewell gap 啦。咁啊 reject 咗。咁見到恒指喺呢一個新年收市前喺呢個星期一咧，就做咗個 high 嘅。咁而星期五即係呢個初四開市咧，係有掠奪上方嘅流動性，跟住收支 weak，兼且係即係 reject 咗喺呢個 farewell gap 嘅 body 收唔高過呢個 C 入邊，係其中一個 conviction 啦。大家如果係根據 ICD concept 去解讀市場嘅話，用所謂呢個 K 線或者陰陽燭。咁而科指我哋見到咧，喺呢一支星期一收市嘅時候，呢一個 high 喺呢一度。咁而星期初四、星期五開市嘅時候，嗰一個 high 係冇掠奪上方嘅流動性，兼且就形成咗 SMT，即係 Smart Money Time 或者 Smart Money Two 啦。咁呢一個 SMT 點解咁重要？其實係代表緊時間啊，唔係純粹係掠奪流動性嘅差異或者分歧咁簡單，根本係一個重要嘅時間產生出嚟嘅呢一個分歧，先至係代表緊時間講緊俾我哋聽，市場或者 market maker 喺呢一個時間同埋喺呢一個區間流動性區間去製造逆轉而遺留落嚟嘅產物，其實好簡單暴力，冇啲乜嘢咁複雜，即係入邊有啲咩原理，點解係咁，點樣發生？大家可以細讀呢個 IC concept 或者係 smart money concept， 有啲唔同嘅，係啦，大家自己中意聽咩聽咩。咁但係呢一個分歧咁重要，就係喺呢個9:15:30開始嘅時間，呢一個係一個重要嘅時間區間，唔係淨係價格上上落落、升上升落先至係有得睇嘅。喺下邊嘅時間都係一條巴嚟嘅。其實如果大家真係去理解嘅話，因為市場如果係用時間去推動個價格，個原理係點解會係咁？因為時間係根據係用 program 去執行嘅，program 去執行一定有係用時間去做標，佢嘅 common language 共同嘅語言，或者係我 set 咗個 program 一定有個 deadline 俾佢，即係你俾啲咩指示個 program，大家人性化去諗，用企喺個電腦面前諗，喂，個人你要俾啲咩 program 我先識，俾啲咩指示我先識執行咧？價格無論個價格區間或者個價格嘅最終嘅目的地係幾多，同埋俾個時間佢幾時要完成啊嘛。咁其他嘅嘢咩錢啊乜剩啊 volume 啊，大家要 FF 幻想又可以好多嘢，但係最重要起碼要有呢兩件事嘅 program 先識執行，喺呢個圖表喺呢個 X 同 Y 入邊執行。咁所以先至會衍生到點解我哋可以識別到喺重要嘅時間見到個流動性略奪有分歧，從而去解讀成為一個重要嘅 SMT 要逆轉而遺留落嚟嘅產物。咁明啊，即係好直接簡單暴力去講啊，即係細緻。如果要明就明，唔需要明嘅話，但起碼你要知道喺一個 POI， 無論係曾經嘅高位低位，無論係 weekly、daily 或者 hourly 啦，有嘅高位被掠奪而發生嘅 SMT， 或者如果再加到 condition 係喺一個
imbalance 或者係 PDA rate 大 time frame whatever 細 time frame 其實一樣嘅啫。但係要揾一個即係越唔可以話即係不斷咁要揾太大，我揾個年嘅 SMT 得，你揾個年嘅 SMT 一年可能得一個，咁你咪等咯。咁其餘嘅嘢跟翻個時間去做，好簡單嘅事。一陣間講落去你就會明㗎啦。呢個5分鐘嘅 market structure shift 或者係下一個 SMT 係點？應該講咗去等大家明。咁而再講落去啦，做咗呢個 SMT 之後就直接掠奪個位置，佢個目的地由呢個 A 點，所謂嘅 A 點，我哋識別到啦，要逆轉去邊啦，係咪？中間唔停，下邊唔停，呢度唔停。點解係呢度停？佢個目的地係要停嚟呢一個位，呢一個週一嘅開市，亦都係週一嘅開市低位。咁呢啲係重要嘅 POI，同埋我哋預計可以識別到。即係 market maker model 嗰啲唔講住咧，先重點講咗呢個時間喺呢個Macau time 完成之前，即係喺9點鐘最後嗰10分鐘之前就已經到達咗呢一個佢要去嘅目的地啦。呢個 program 完成咗啦，咁後邊嗰個咩期指結算啊，咩嗰啲唔講啦，嗰啲其實時間重要。其實點解 program 會跟時間行咁就係因為每一個月都要期結，每一個月都會有結算，每一個星期都會有期結，呢啲全部都係時間去執行。所以點解即係大家可以開始慢慢理解，好多嘢都係關時間事。好啦，再去到下呢抽嘢唔講啦。第二個明顯嘅 SMT 就係呢一個低位，呢一個低位正正就係科指。同樣嘅低位喺恆指，大家見到個十字喐嘅時候，恆指就會一跟住喐啦。呢一個低位，科指係直接掠奪到嚟呢一度，係低過呢個低位好多。恆指係冇低過呢一個低位嘅，一直以嚟都。所以喺呢一件事運行更加清晰，喺大 time frame 啦，即係可以爆翻開少少，你哋會見得更加清晰啦。咁樣你咪好似睇住個5分鐘咁樣，但係其實同5分鐘一樣。啲嘢係可以一樣理解，但係喺1小時嘅呢一個大型嘅 SMT，佢更加需要時間去運行啦。咁大家理解到個 program 點解講緊個細框架時間同大框架時間點樣去解讀個市場，點樣識別到點樣去操作，甚至乎點樣去應用個 strategy， 點樣揾 set up，無論 swing trade、intraday trade， 其實都係共同出一轍嘅。你只要理解到，即係跟住就再去做 trading plan、trading management。咁呢個 SMT 見到，但係呢個 SMT 發生嘅時候係喺接近收市啦，即係4點15分嘅時間，所以佢並不稱之為一個好重要，可以話次要時間啦。收市都算係一個叫做重要，可以留意嘅。但係真係着重留意嘅，真係開市，無論係香港嘅開市嘅時間同埋美國開市嘅時間，咁啊再嚟咯。呢一個 SMT 嘅禮真，因為咁點解咁特別着重而留意佢就係喺香港嘅9點45分，其實即係美國嘅8點半打後已經進入咗 New York 嘅 section 啦 ，AM section。咁而呢一個 SMT 出現嘅時候，而科指係有掠奪下邊嗰兩個低位，但係恆指係冇掠奪嘅。呢一個冇掠奪啊，呢一個就喺中間啦。呢一個跟翻住條線嘅係冇掠奪，所以呢一度形成咗 SMT 2，已經做咗一件好明顯嘅一個掠奪流動性差別，而等待喺香港時間10點半就正式直接開展一段 displacement， 兼且做一個 market structure shift。我哋可以運用 standard deviation， 中文我唔知點譯，就係標準嘅預測，類似啲咁嘅嘢，去展示或者係預計佢可以展示同預計一啲重要嘅高低位會唔會有機會可以 project 到，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操控價格嘅範圍，一個 swing high 嘅 swing low，兼且發生 SMT， 亦都喺呢個5分鐘 order block 入邊發生。前邊仲有一個1小時 SMT， 有冇曾經掠奪咗重要嘅 sell side liquidity 流動性？有啊。咁啊呢個 SMT 就係個原因，佢唔再落去再掠奪 OB
以下方嘅流動性已經冇需要，甚至乎佢呢件事已經係話俾佢聽，佢喺度儲緊一啲好倉嘅貨啦。咁而呢個 Senate DA Financial Project 中間負二點唔重要嘅就係一開始咗美國嘅New York 嘅 section 之後就掠奪咗呢個 equal high， 跟住就望住呢一個9點半，即係星期五朝頭早嘅嗰個高位，甚至乎已經可以完成喺成個 New York 嘅時間呢一個 program 喺呢個 manipulation、accumulation、manipulation、distribution， 再講好多其他理論，但係重要嘅就係呢個時間去開展一個買方程序，從而佢嘅時間要完，就係喺夜晚凌晨3點鐘到咗-4。咁你話神唔神奇？大家爆開個圖，我唔係要信，我唔係要即係我就要拋開晒以前所有學識嘅知識嘅嘢，但係呢一件事，當你畫咗2-3次，當你親眼見到佢發生，當你真係識得去唔單止淨係睇住250、2幾、26幾、27幾、200幾睇住啲價格，你真係會睇翻下邊呢一條巴嘅時候，你會睇到好多唔同嘅嘢，甚至乎中間可能大家有好多唔同嘅策略，有時候 miss 咗嘅就係最重要嗰塊 puzzle。點解成日有一啲位要用自身嘅經驗、自己嘅估去驗證？但係其實市場係可以用時間去驗證你嘅所謂嘅嗰啲 strategy 或者係 set up。如果你嘅 strategy 同 set up 有包括用時間驗證嘅 condition 嘅話，其實真係爭好遠。咁啊，今日就係啦，今日已經去到凌晨3點42分嘅啦，而家咁啊送一份新年禮物俾大家，咁大家繼續加油 be safe。